媽咪話佢要北上廣州養老，返到佢嘅鄉下廣州番禺。佢話要住養老社區，我諗應該唔會遇到騙子吧。我決定到現場睇下。我買咗香港西九龍到廣州南站嘅高鐵飛，大概90分鐘就到咗呢家康養社區，中國太平木棉人家。原來交通咁方便，我以為呢度同香港嘅福利性質養老院差唔多，但係仔細睇起來差距好大。唔單止出入自由，而且非常之尊重老人嘅隱私，一戶一家庭，而且配有獨立嘅床位。媽咪選呢套915尺嘅房間，配有冰箱、電視、洗衣機，拎包即可入住，仲兼有每一周一次嘅全屋保潔。我問住呢度幾多錢一個月，媽咪十分滿意講，佢話呢度嘅費用只係香港租屋嘅1/3。咁我問煮飯會唔會好麻煩啊？佢話社區配有飯堂，而家啱啱係飯點，俾我開咗眼界。我睇咗社區嘅菜單，粵菜為主，每日都有幾十種菜品任君選擇，豐儉由人。養老社區裏邊仲配有醫療室，小病小痛都可以解決。如果想去大醫院睇病，約2.5公里，7到8分鐘就可以到三甲醫院、廣東祈福醫院。呢間醫院仲可以用香港醫療券。睇到工作人員服務非常之熱心，而且都係90後。社區內活動亦都非常之豐富，打牌、手工、健步走等等，成個參觀體驗落嚟，完全解開咗我心中嘅疑慮。作為子女嚟講，只要佢哋開心滿意，我哋就放心。祝福媽咪有個快樂幸福嘅晚年生活。